咱的太平岛伫南海，目前是游览所管理的重要岛屿。不过最近却传出这岛上的官兵因为网络上过慢，却去接中国的信号来使用网络，这款的行为正有可能会逼出国安危机。NCC 表示讲会和中华电信提出改善措施，也会先来改善信号的问题。另外，中国伫咧南海的西沙群岛其中的中建岛，根据着美联社分析的卫星影像，讲这中国当咧起这无人机的飞行跑道，有专家认为讲，将有可能是要执行监控任务，也引起附近国家惊讶。驻守太平岛海巡的官兵，伫上前线守护边界。责任重大，却因为当地网络上慢，有风声讲遐海巡甲驻岛人员差不多拢开漫游，连中国的移动信号来上网，引起国安的疑虑。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在岛上然后你要用网络就用漫游。中华电信2013年伫东沙岛、太平岛投入700万建立2G 的服务了后，2017年搁开3000万的预算，透过卫星传输提供3G 甲4G 的服务，不过信号也是无好。台湾基进指出，官兵用中国的信号上网，就是国安危机，烦恼中国可能会趁机会偷摕咱的资讯，收集咱工作的内容。为提供驻岛的同仁更便捷的网络通讯服务，海巡署将持续与数位发展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以及中华电信共同研议网络服务提升的方案。NCC 回应讲，太平岛的通讯是靠中视2号的卫星。不过，中视2号的宾馆优先供应给军方的重要设施，地属宾馆无够官兵使用，会监督中华电信来做改善。最近会调整卫星的宾馆，嘛会增建有备的卫星站。南海有真重要的战略地位。根据美国军事新闻网战区公开卫星影像，中国伫咧西沙群岛的中建岛，若像有起跑道，可能部署关岛中啊，踮伫空中时间较久的无人机来做监控。因若伫咧附近的越南是头一个受到冲击。除了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在海洋的这个巡逻跟维权之外，那它无人机当然也有助于这个掌控那个周边的像一些这个美国海军的一些这个海上的动态等等，甚至作为这个长程飞弹的这个目标的搜索跟这个标定使用。苏浩宏表示，中国伫咧南海已经起4座机场，中建岛的机场要做啥物用途，也要观察。若是部署反舰无人机，无排除会用伫咧掌握美国军舰的动态。国军连日进行飞弹测试。17号早伫咧屏东九平基地试射，有风声讲是天宫2型甲3型的飞弹，飞弹嘛有顺利升空，展现各座飞弹成果。记者综合报道。